我哋今次咧用咗一個個人嘅主意嚟作為一個設計嘅元素啦，例如好似男戶主、戶主咧，佢哋係中意一個輕奢華嘅設計嘅。全屋嘅色通咧，主要都係用翻呢個香檳金啦，一啲雲石紋嘅瓷磚。單位940幾尺，闊落嘅空間設計可以盡情發揮。又喺細節上面凸顯精緻感，同時營造優雅嘅氛圍。客飯廳大部分牆身鋪上香檳金色牆紙。入屋嘅大門連接旁邊嘅大櫃，用上相同嘅木皮色，感覺更加連貫一致。木色咧，就係用咗一隻帶灰嘅 creamy 色嚟去做一個木色嘅。咁而我哋咧成間屋嘅主題咧都係香檳金色同埋一個嘅輕奢華啦，所以我哋貫徹翻呢一個嘅設計咧。地下亦都鋪上貼近牆身色調嘅雲石紋磚，提升奢華度之餘，亦都更加耐用，適合有養寵物嘅戶主。客廳用色溫柔淺淡，透過射燈同埋滲燈營造放鬆嘅氣氛。無論係地櫃、家私，抑或係牆身，戶型線條隨處可見。用咗一個弧形嘅木條咧，去作為一個收邊嘅。所有嘅弧角咧，除咗喺台面望落去嘅一個弧角之外咧，我哋呢個弧角咧，亦都咧引申到去一個電視機背板嗰度一個嘅角落，去令到咧成個弧角咧可以再立體啲嘅。兩間房分佈喺短走廊，走廊做咗入牆色櫃。透過櫃入面嘅燈帶，令到內裏嘅擺設更加有格調咁樣展示出嚟。主人房沿用大地色系，利用另一種物料，將低調奢華嘅風格帶到另一個層次。主人房入邊咧會有少少唔同嘅，我哋裏邊咧會再多一隻物料，例如好似我哋用咗一個卡其色嘅手掃漆嘅櫃門啦，咁樣就好似另一隻顏色嚟到演繹輕奢華呢一個主題咯。房間嘅窗台包上灰色坐墊，成為戶主欣賞風景同埋閱讀嘅小角落。主人房都連接衣帽間。兩邊設有衣櫃同埋黑框玻璃飾櫃。另一間房係多功能房，設有2級地台，既有收納功能，亦都係兩位戶主各自嘅玩樂空間。女戶主咧中意養小動物嘅，閒時可以同小動物去到玩啦。咁而男戶主佢中意砌模型嘅，就可以將佢喺走廊嘅模型咧入去多功能房入邊咧去到玩咯。咁但係咧同時地如果有客人嚟到，咁就可以用多功能房咧改裝咧成為一個嘅客房嚟到用嘅。